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雅歌书第2章第8节到第13节，创世纪第27章30节到46节，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论罪。台语有一句俗语话说，没有鱼虾也好，意思就是说，没有鱼那么大啊，加虾一点点也好啦齁。也就是说，首要的目标他达不到得不到，那么次要的东西也没有关系，甚至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有就好了。这就像另外一句台语的俗语这样说：万无万少啊，就是说，少也没有关系啦，不要没有就好了哈。所以这样的形容用在这个以扫的身上是最适合不过了的。以扫因为自己看清了长子的名分，又因为弟弟和妈妈的联手欺骗，就失去了长子的祝福，但是他仍然持续的请求他的父亲以撒要给他祝福。我们有谈到了雅各，他欺骗了长子的祝福，得罪了上帝，也因此他必须付上相当的代价。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看到，他在逃离父家前往舅舅拉班家避难的日子，也正是他付上代价的年日，总共有21年之久。以扫呢，他的罪就是看清了长子的名分，他轻看了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他的赐福，因此他就失去了长子的赐福。圣经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。以撒给雅各祝福完了，雅各刚刚出去，他的哥哥以扫就打猎回来。以扫也烧了好吃的肉，拿到了父亲面前，就说：爸爸，请坐起来，吃我替你打的野味，你好好祝福我。以撒说：你是谁？以扫就回答说：你的长子以扫。以撒就全身颤抖，问他：那么刚才拿野味给我吃的是谁？你进来以前我已经吃了，我已经祝福他，这祝福将永远属于他。以扫一听到这话，就非常的痛心，放声大哭，说：爸爸，请你也祝福我。以撒回答说：你弟弟进来欺骗我，夺去了你的福分。但是也根据上帝经文继续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以扫认为红豆汤事件是弟弟欺骗他长子名分的计谋。他说：这是他第2次欺骗我，难怪他叫做雅各。他抢走了我的长子名分，现在又夺去我的福分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失去长子祝福的以扫并没有放弃，继续的请求他父亲以撒的祝福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以扫表达了后悔之心，更表达了积极争取祝福的心志。经文说到，以扫说：这是他第2次欺骗我，难怪他名字叫雅各。他抢走了我做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又夺去了我的福分。
爸爸，你没有留些福分给我吗？以撒回答：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人，使所有的兄弟都服侍他。我也祝福了他，给他五谷美酒。我儿啊，现在我还能给你什么呢？以扫继续向父亲哀求：爸爸，你只有一样祝福吗？求你也祝福我吧。说完，他就放声大哭。他这样的积极请求，让以撒不得不为他祝福。我们也看到，一个积极进取的人，必定要得到上帝的赐福，也就在这个以扫积极的心智上来看到了。经文说，于是以撒说：天上的甘霖不降给你，肥沃的土地你没有份，你要依靠刀剑生活，要服侍你的弟弟。但当你反抗他的时候，你将摆脱他的枷锁。因为以撒祝福的最后一句话，带来了以扫报复犯罪的心。经文继续记载说，以扫怀恨雅各，因为他父亲祝福雅各，他心里想：爸爸快死了，丧事过后，我要杀雅各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，造成了雅各需要流亡他乡，回到他妈妈利百加的故乡，投靠他的舅舅拉班。雅各的罪，以扫的错，基本上都是来自他们的母亲利百加的原生家庭问题。拉班也是一个以欺骗过生活的人。利百加的问题是将孩子分成两国，宠爱雅各却讨厌以扫。利百加说：你听我说，你哥哥以撒要找你算账，杀害你。我儿啊，你要照我的话说，立刻往哈兰去，投奔我哥哥拉班，跟他住些时候。等你哥哥以扫的气消了，忘记你对他所做的事，我就派人接你回来。我何必在一天之内失掉2个儿子呢？利百加又对她的丈夫以撒说：我讨厌以扫2个赫人妻子，如果雅各也娶了赫人的女子，我死了倒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极为负面的一个家庭教育。以撒的家庭问题，就如同保罗给罗马教会信中所写的：人的不虔不义蒙蔽了真理，他们不敬虔，没有上帝的公义，因此蒙蔽了真理的眼目，远离了上帝的真道。圣经说，上帝就从天上显示他的义愤，上帝惩罚他们，因为关于他的事，人可以知道的，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眼前，是上帝亲自向他们显明的。圣经里时常提醒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性，但愿意认罪，因为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要在光的下面，黑暗是无所遁形的。保罗对罗马教会基督徒又这样提醒道：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，就是他永恒的大能与神性，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，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的，所以人没有什么借口。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把荣耀归给他，
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想荒唐，心智暗昧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是愚蠢。他们不敬拜永生的上帝，反而去拜偶像。就是那一些仿造必死的人，飞禽、走兽、爬虫等形状所制造出来的。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欲念做下流的事，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放弃了上帝的真理，宁愿接受虚谎。他们敬奉被造之物，而不敬奉造物之主。主是永远该受赞美的。阿门。不敬拜上帝，去敬拜那种偶像是一个罪，代表着人的昏暗的心。保罗告诫他们，这种放弃上帝的真理，接受虚谎，敬奉被造之物，不敬虔的敬拜造物主，这些人的罪将导致他们进入死亡，失去了上帝的赐福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坚持走在真道之上，追求永生的道路，让我们脱离违背上帝的罪，专心来跟随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